来关心屏东的灾情，来义乡的南河村路里出现土山水，还有土石等等无法度通行。伫咧内埔乡是有社区楼尾顶的这个基地台规个偏落来，因为伫咧屏东市甲万丹乡是有真侪店面的天棚甲空板嘛拢落落来灾情。 黄色的泥水顺着家门前的道路流落来，山土的风台过境，屏东县内义乡3号暗时落大雨，南河村部落出现泥水掺入土石，阻挡道路的状况。当地民代甲村长赶紧来排毒。我们的村长也已经到我们这个地方，准备来处理这个排水的问题。 电信基地台袂堪的强风，熊熊长去位厝尾顶落落来中庭，如果是行甲一直滑，一瞬间也去互民众翕落来。内埔乡一位社区大楼也出现灾情，家在无人受伤，但是基地台落落来过程，造成真侪阳台、护栅甲阿鲁米桶严重受损。如果是无用伫咧摒扫线桥，想起来犹原心惊惊。当下在厨房，我就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然后我当然不肯往，然后就整个就掉下来了。天棚完全崩落来，看板也去吹甲断去。屏东市竟然无这间水果行是乱糟糟，风雨过了后，业者可能要如何营业，损失更加是难以估计。这拢定用啊，歹估计啊，我嘛唔知要怎估计。 看板嘛，落去啊，两支看板，一支飞遐，一支伫啊。万丹乡的西环路是看到风台过了的分野，路树歪处，交通标志也搁断去，竟然的接待中心看板也叫人掀开，风台已经消散，但是屏东灾后的复原工作才刚要开始。记者屏东报道。